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到上水顯豐呢個3房1廳單位，睇下我哋點樣為客戶打造一個舒適又實用嘅家居環境。一入門口，左邊係一個到頂嘅獅字櫃，下方做咗鞋櫃，方便放拖鞋。中間台面擺放常用物品，上方儲物櫃用咗茶色玻璃門，增添層次感同高級感。梳化背靠餐台，無隔斷，增加客廳空間感。成個客廳配合吊頂同燈光，感覺非常舒適，有層次感。接住係兒童房，靠窗位置做咗高身地台床，增加儲物空間。床側有2層櫃桶，方便收納。側邊有書台同到頂書櫃，滿足日常需求。旁邊係次臥，窗台位置做咗窗台床，完美利用每一寸空間。側面係梳妝台同埋到頂衣櫃，連床位都包埋，設計方便實用。主人房比較大，靠窗位置擺咗 Queen Size 油壓床，右邊有個凹位，其實係拆掉咗主人房嘅廁所，進一步增加了空間。個位置就做咗 L 型衣帽間同書台書櫃設計一體化，實用同空間感並存。廁所做咗成面牆嘅洗手櫃同鏡櫃，增加大量儲物空間。洗手櫃縮窄設計合理，鏡櫃下方有燈帶，更有質感。廚房採用純白設計，光面櫃門方便清潔同美觀。雪櫃同洗衣機都收納好實用。呢個單位嘅設計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間，實用性同美觀兼備，希望大家中意。記得關注我哋，了解更多精彩設計。最後，我哋嚟睇下客戶嘅定制體驗啦。請問你係通過咩方式揾到我哋公司呢？我係經過我個同事介紹嘅。我同事呢都經過你哋個公司設計裝修嘅，所以呢佢就同我講你哋公司嘅信譽好好，裝修出嚟嘅家私質量都 OK 嘅，所以我就都採用咗。咁你係定制之前有冇對比過其他公司呢？都有嘅。過程中又係因為咩原因選擇我哋呢？首先就係嗰個家私嘅材質啦，佢選料啦，同埋咧手工都 OK 嘅，加上你哋嘅服務質素都可以嘅。咁我哋家私生產時間方面，你覺得 OK 嗎？比我預料的時間仲快咗，售後服務都好好。安裝師傅手工覺得點樣呢？後尾上嚟修整嘅時候就個師傅 OK， 幾好，好細心。如果成個定製流程滿分10分嘅話，你可以為我哋打幾分呢？8分。如果屋企人或朋友需要訂家私，願唔願意推介我哋呢？會的，會嘅。OK， 咁我哋嘅房就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嘅配合。好，拜拜，多謝。